台湾是多元族群的国家，除了台语、客语，也有新住民第二代。中央广播电台参独立媒体少年报道者合作，对4月开始咧，由少年报道者提供适合青少年的新闻报道，用讲也用台语、客语、日语、英语、东南亚等10种语言来讲新闻。无数林餐厅是需要经过特殊的清真认证。处理肉品的人，这个过程要非常严格规范。用台语念出专访在台木斯林餐厅的专题报道，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参独立媒体少年报道者合作推出的多语言读新闻节目，由少年报道者提供专题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各种10种语言通收听。咱台湾囡仔真有需要母语，为东南亚来的迄个新住民，因的第二代吼，因即马要开始因的母语，搁要融入咱台湾的社会。英语和日语吼，足侪人拢爱听。就要我趴在桌子上。 kembung sehingga tidak ada nafsu makan. Jadi saya tidak makan. Hello， 你好，你现在听到的是少年报道者的读报新闻。少年报道者自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发生了后，望囡仔也有接受专题新闻的管道，就开始推出华语读新闻的计划。今年4月开始正式参中央广播电台合作，增加台语、客语一寡母语，还有日语、英语、东南亚语言，通予各族群的青少年选择。可能很多讯息都比较片段化，其实你要培养好的公民的素养跟对于公民议题的讨论的品质啊，其实从小让他们培养有脉络性的阅读。对囡仔来做报道吼，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啦。因要看新闻拢真济，但是这内面有真济是假讯息，正确的讯息互因是真重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少年报道者加中央广播电台每个月至少会选择2篇适合亲子共同收听的专题报道，伫双屏的网站甲 Podcast 平台播送，并透过各族群熟悉的语言，强化儿少的媒体视图能力甲人文素养。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